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今年公费甲自费的流感预防射，拢为明仔载10月初1开始来做。不过，这个公费的疫苗是分2个阶段来注射。第一个阶段是明仔载开始来做，第二阶段是11月15号开始做。这个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，拢是排伫个第2阶段来注射。医生嘛特别来吩咐，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都爱让开做。爱让1礼拜较安全。另外，还佫有肺炎链球菌，社区也是有稳重的病毒。这幼儿甲长辈者上好嘛爱补助这个链球菌的预防射，安尼才妥当。做一剂流感疫苗是秋冬台湾人上熟悉的代志。台湾买632万剂流感疫苗拢是4价型，公费自费拢会伫明仔开始注射。不过，即卖有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2种疫苗之间应该要让偌久？间隔7天主要就是不希望这些疫苗互相有交互作用。那万一出现副作用的时候，也比较容易厘清因果关系。即摆公费流感疫苗注射的对象分2个阶段。第一阶段10月初1提供予医护人员65岁以上的时代，阁有国小到高中的学生。第二阶段是11月15开始注射，予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注射。不过当天的流行病除了流感，阁有肺炎链球菌，医生表示，若是未着会引起未少问题。肺炎链球菌感染，在儿童跟老人特别容易引起重症，所以它有可能造成一些侵袭性的感染，包括肺炎、肺脓疡、败血症、脑膜炎。流感疫苗和肺炎链球菌疫苗，医生强调拢是属于呼吸道主要的疫苗，卖伴随新冠病毒做回来。伫这个秋冬，爱好好注意，好好守护肺部的健康。